每一個影像都係用淚水同汗水交織而成。我好想返屋企。每一個片段都係生死邊緣嘅見證。一定要睇清楚，踏穩每一步路，步步為營。我哋爬過巨石，走過絕壁，四周圍咧都好黑，但我乜都喐唔到啊！呢度小心小心。即使傷痕累累，險象環生，依然堅持記錄超乎想象嘅洞內奇景。我哋更加首次進入人類從未踏足過嘅地方，探索生命起源。嗰個腳印喺度啦，好似登陸。挑戰勇闖全球最大洞穴——越南韓松洞。